我们看到柜上啊这么多的陈柜哈，其实是有大概有10个种类的蕾丝。那像这一种呢，就是属于水龙的蕾丝，它其实底呢，它本来是衬一张纸，然后经过高温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刺绣的。所以有很多的每一种款式呢，都有很多款。那这里是水龙，这边是网类。那另外这边呢，这边都是水龙，然后网类，然后棉布，就是每一种呢，其实我们都分类得非常清楚。老旧的木柜收藏的是上万种的蕾丝花样，堆积如山的蕾丝目录，诉说着近一甲子的历史。其实纺织产业，像我们蕾丝，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工艺，所以我们将近公司呢，将近已经有60年。可是我们在有这么多的蕾丝的种类，其实累积了我们公司应该说可以说是用蕾丝来写这个历史。那最近呢，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把这么多这么丰富的蕾丝的产品走过的历史，把它存档。所以最近会把它变成一个蕾丝图书馆这样的一个概念，也便于传承。我们公司呢，其实最早是在海安路，大概5坪大小的地方而已。那时候呢，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兄弟，大概8个人一起合伙做。那时候还不算蕾丝，它其实是一个服装配件，也就是服饰的所有的一些配件，包括针线啊、纽扣啊，全部都有。所以你可以想得到的，可能会用到的，那时候我们都有卖。那经过了5坪这样的一个大小，慢慢的就把这个也因为呢，其实我爸爸他做事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他很老实，所以也赢得很多客户的对我们公司也非常的信任。所以慢慢我们就把这个店面呢就搬到了民生路，建立起我们一个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规模的小公司。最主要呢就是最早是以纽扣为主，但是因为它的更换率非常的快，所以变成公司的囤积量也很多。那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利润越来越小，所以在整个一些服饰配件当中呢，我们发现蕾丝呢虽然刚开始并不是很耀眼，但是我们发觉呢它有一种古典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呢那时候我爸爸就觉得，那干脆呢就慢慢的就把这个重心放到这个蕾丝的开发上面。所以后来的几年呢，就一些其他的附件就慢慢减少，然后蕾丝的这个数量啊跟种类呢就慢慢的增多。所以我们从50年代、60年代，其实到70年代的时候，大概全台有几百家的中盘商遍布到全台，然后那时候应该说门庭若市，就是你要买真的还要排队，因为应该说也是刚好赶上我们台湾的那个纺织的经济起飞的那段时期。对，在第一代创办人林茂松先生的努力打拼之下，明宁成为第一家蕾丝专业的批发商，设计出各种蕾丝花款，供应给成衣批发商及女装童装业者。但随着产业西进外移，蕾丝业也跟着快速凋零。那时候呢，应该说，其实蕾丝到80年代，我们知道整个纺织界是西进嘛。那西进大陆之后，我们上下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几乎都过去了。那时候他们也希望我们公司也能够过去，但是我们其实考虑到整个对，就是说在对岸的整个包括政治啊各方面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我们还是想要跟留在台湾。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我们留在这里一定会面对很多的困境，因为毕竟你的上下游厂商都过去了，那你这个东西出来你要卖给谁？
这个通路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那时候唯一想到的就是没有想要过去，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台湾的这一块地方。那后来你也知道，在那一段时间当然很艰苦啊，因为以前是门庭若市，现在是门可罗雀啊，那是不是那种差异性会非常的大？所以曾经那时候也想要说，那是不是就把它收掉？收掉可能你还可以保一些本啊。但是我们又考虑到说，我们的员工跟我们这么久了，那我们收掉他们就没工作了，然后又是爸爸创业，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啊，所以就一直坚持做下来。选择跟留台南，面对的就是产业的衰退，如何突破困境，寻找出路，成为第二代接班时最大的难题。而且对于从小就在蕾丝堆长大的二代传人林淑珍来说，其实她并不喜欢蕾丝。可是说真的，我们姐妹并不喜欢蕾丝，可能因为就看太多了，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商品。而且我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忙碌，以前几乎365天，每天都要工作，根本哪有现在休假这么多？我看他们都没有在休息。而且都做到有时候半夜1、2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非常的辛苦，所以并不就觉得蕾丝。说真的，我们那时候是抗拒穿蕾丝的衣服，然后也在当时呢，因为在那几年因为比较空闲的嘛，生意没有那么好，所以就会去欣赏一些艺术文化啊、表演啊。我发觉我在看的当中，当然除了说它的用色。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启发我们的灵感。那另外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那文化的传承，后来在无意当中，我们发现，其实蕾丝是有文化的，它不只是商品。因为在欧洲啊，最早蕾丝是从西方传过来嘛。那在欧洲，其实在比较中古世纪那时候，其实都是一些贵族，甚至路易14那时候都还建立了皇家那个蕾丝工作厂，然后专门就是设计跟生产这些蕾丝给这些贵族穿。所以呢，你只有贵族，你用的越多呢，就表示你的地位越高，然后也是一种权势的一种代表。那等我发现，其实蕾丝是有文化的，我觉得我就改变我的观念了，它不只是商品。重新认识蕾丝，透过文化建立新感情，原本冷冰冰的商品顿时有了温度。林淑珍观察到，传统产业升级必须要做到在地化及国际化，所以他们从地方文化着手，结合地方特色，加入更多的文创元素，打破一般人对蕾丝的传统印象，勇敢地走出自己的品牌之路。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能够传承，然后甚至把它运用到更广，因为它不只是局限在比如说新娘礼服啊、内衣啊，这是可能我们一般比较容易想到蕾丝会运用的地方。那其实呢，蕾丝像我们从小，你看童装是不是也用蕾丝用了很多？因为那穿起来就是有一种典雅，然后可爱。从小到大，它只是一个配件，所以你不会去发觉蕾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就透过各种的活动啊，有跟市政府啊，或是跟区公所啊，跟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啊、南台科技大学，就是一些政府还有学校的一个合作，然后我们就启发一些创意，做了各种的不同的设计，然后就去展览，包括跟老屋的结合，去推广生活美学，然后手工教学，然后这样大概有2、3年吧。这个是完全没有赚钱的，就只是在推广蕾丝的运用。那后来当林百货它快要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当时候他是找我们帮他设计一块蕾丝花布，凤凰花，因为凤凰花是台南市花嘛，他想要整个馆呢是用凤凰花这样的去呈现那个林百货，所以就跟我们讨论了怎么样设计出一块这个蕾丝布，
是凤凰花的来布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就动了一个念头，那是不是呢？我们自己也干脆在那边呢有一个柜，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蕾丝生产，变成各种的产品，包括从头到脚，你想到的，我们都尽量可以把它设计出来。所以后来就在林百货呢，开启了我们这个民林蕾丝这个品牌的第一个店。2格就这样子嘛，折2格。那呢，我看这袂使用安尼线，那这里全部要裁起来，这边安尼好了，这边可以啊。你会当的嘛是安尼呢，无遐你也切袂掉。都切袂掉。OK， 好，那就这样子。在这个不算大的设计空间里，明林从原本单纯的制作生产，延伸到设计开发的新领域。首先呢，因为蕾丝它的材质还有它的设计图腾种类非常多，那我们如果要设计一样商品的话，比如说围巾的话，最主要它材质要挑比较柔软、舒适一点，那消费者他围起来之后有那一种梦幻的感觉，还有它很舒适，不会觉得刺刺的，这个是重点。所以呢，我们要挑围巾的材料的话，首先就是类似这样一种材质，让它的透度啦，还有它的舒适感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类似的其中一款围巾，它的布料。那还有帽子的话，因为帽子它是比较常用的日常用品，那所以说帽子的蕾丝，我们就要挑比较硬挺的、耐洗的，比如像这样子，那也重点也是要有一点点属于它的优雅的美感存在，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挑蕾丝的一些小细节。那还有它的一些配件，比如说我们要把它用手工去把它捏一朵一朵的花，花的图腾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都会自己把它捏成一朵一朵的小花。不同的花颜色有它不同的美的存在。其实它的手工也是蛮复杂的，因为你毕竟要做手工的帽子，或者是它蕾丝的周边商品，所以它必须要有独特性。一般外面市售的一些没有做的这么细。我们每一朵花都是很多人的一些精心慢慢缝所产生的。那还有它的叶子也是一样啊，叶子还有它的花蕊，这个都是我们要自己捏的，这个都是。所以你要有这一些小细节的商品东西，才能组合一顶漂亮的帽子，就是要这样一针一针的给它缝起来，再来抓它的皱褶，看你是要大一点呢，还是要含苞待放，这个都是要手工去捏的。每一款蕾丝它有不同的材质，不一样的图腾，所以我们要取它的重点，它优雅的那一面去呈现。这样就可以表达出蕾丝它美的地方在哪里。承袭传统工法与高品质的刺绣技术，坚持 MIT 台湾制造，是明林蕾丝的一大特色。为了开拓网络世代年轻族群，虽与林百货合作开设品牌专柜，将文创思维导入传统蕾丝产业中，像是手帕、包包、帽子、枕头等日常生活用品，或是女孩们的时尚配件，都融入了蕾丝。老品牌有了新品味，许多人在林百货看到蕾丝产品后，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蕾丝可以如此的被广泛运用。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主要以销售蕾丝的素材，就是透过中盘或是零售，他们会交到这个生产工厂去做生产。但是到了大概3年前嘛，因为要进入林百货，那你有一个柜，当然你要怎么样充实你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是设计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抱枕，
因为我们蕾丝款式非常多，所以呢就把它设计成多层次的。那当然它的手工就很繁杂，但是其实呢这样才能够凸显我们的产品跟别人不一样。虽然它的手工很繁复，但是呢你会去发觉，你有时候一眼你看还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很多细节，但是当你去发觉说原来这个搭这个也这么漂亮，而且是不同的啊！你看这一块跟这一块，其实它是不同材质的，还有不同颜色去搭配，然后这个又是不同材质，所以这个抱枕里面大概就有4、5款的不同的材质去组合，然后又用不同的颜色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当我们这些家饰品呢，当时候摆在林百货的时候，我们因为刚开始说真的产品是不多但是呢这个到我们柜去看的那个客户，他们都会哇，怎么有这么漂亮的蕾丝？他以为台湾没有蕾丝的，因为我们很多现在其实都是从中国生产的，或是韩国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就找不到蕾丝的这些素材。后来他到林百货才看到说，其实台湾还有这么多的精品蕾丝，甚至呢还可以把它设计成这么丰富的这些元素，然后把它这样呈现出来。所以在看到那个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惊讶的表情，跟看到蕾丝的那种喜悦，其实我也蛮受感动的，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蕾丝了，他们怎么会那么惊讶跟喜悦呢？那我就觉得，其实自己有问题哦，自己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等于也是靠它养大我们的，可是我们对它竟然没有感情，所以在这当中呢，自己也去从文化当中去体会，然后就会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好的产品做出来，因为你一定知道它是有生命的。那后来当然就开发更多的，好像这个也是用蕾丝布的去做的一条围巾，这当时我们其实都卖得非常好。然后慢慢的又设计像这些领啊，然后小礼服啊，然后还有扇子。那扇子呢，其实刚开始我们看到，包括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们看到蕾丝扇很少，但是为什么很少？其实它是有一些困难度，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扇子都是很薄嘛，都是纸，所以它比较好收起来。但是因为蕾布它有一定的厚度，那你怎么样？但是它又有那个镂空，所以你如果镂空太多，它扇起来又没有风如果太厚，你又合不起来，就丑丑的。所以后来经过我们跟那个制造商去讨论怎么样的解决这些困难后来我们就挑选了，就是把这些困难解决之后呢，做出来其实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其实我们的设计现在的那个技术，它可以到非常的精密，也就是说你看这些其实它是很细致的，这个是我们最近期开发的一个产品。你要这个要做的这么细密还有立体，看起来很立体。你有看出这个是什么图形吗？这是龙，然后这一只是凤，然后这里是吉祥，也就把蕾丝呢，把它融入东方的这个意象，加入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那是不是呈现出来？其实它是有一种不同的那种感觉。近几年，为了激发创作灵感，明林与学校产学合作，与婚纱业者合作，结合时尚设计创意推广，推出新产品，赋予古典蕾丝生活化的新风貌。与师傅合作，积极参与各项地方活动，像是为了国际蓝展特制服装等。而为了推广蕾丝，让其更普及化，更是在网络平台上分享各种 DIY 教学。转型之路虽然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着，相信耕耘过后一定会有甜美的果实。刚开始想到的就是把它变成一种生活美学，所以
就是纯粹就是推广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跟学校、跟社区这样的一个合作。那当然，这个产业在面临不同的这个困境，怎么样去选择？那可能有些人会说，你可能口袋深啊，所以你能够坚持啊。但是我觉得深不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心态的问题。那时候我想到的是员工的问题，爸爸白手创业的问题，还有社会的责任。我觉得那是一种承担跟责任。我也可以选择就把这个产业收掉。我觉得那是对我们来讲轻松，可是你又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呢，你要坚持下去，是不是真的能够？你到底要坚持多久？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产业什么时候才会复苏，有可能真的把以前的所积存下来的积蓄都烧掉，都有可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那是一种心态。想到的不是自己，想到的是员工。在这样的就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好像在不久就出现了，就是有设计师他觉得我们可以来做品牌，可以有一个转型啊，所以我们又开始往或许这又是另外的一个开创的方向。那当然，在做的过程当中，都还是会面临不断的选择。我觉得人生都是在不断的选择，包括我们做产业，其实也是一样。你在面临这么持续这么长的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都要面对自己不同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对，那当你心态你在想的时候，想的是你会去考虑到别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感觉。虽然是传统产业，但是在第二代接班后，颠覆传统经营方式，以创新经营理念与手法，让蕾丝成功转型为时尚、典雅又抢眼的主角。他们用蕾丝来写历史，也有信心书写出美丽的历史新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有线上跟实体的文化图书馆，这是目前在积极建立的部分。这样一来呢，就说到实体你也可以挑选，然后在线上你就可以有好几种的种类，然后依照不同的蕾丝的风格，你就可以去挑选那个客户自己想要的图案，或是宽的或窄的，或是不同的价钱、不同的颜色。因为很多人他会想要用蕾丝，可是第一个他可能想到的是找不到，他以为台湾没有蕾丝了。第二个是认为可能蕾丝都是比较贵，一般人的观念可能会这样。那我们尽量就是做到能够更普遍化，就是让一般的你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另外我们还会开发 DIY 的这个跟民众互动的这个手工的蕾丝制作，因为这样可以更深层的跟客户有一个建立这样的一个从手做的这个温度当中呢，去体会蕾丝的那种美，然后怎么样运用到生活上面。